的美，你心中给它一秒谁？至少里面有一讲的黑讲，你的律动甚至已经，我觉得已经超越原唱了。长城过南，因为讲到平安去的车平安，평안细细还没有看过啦。对呀。刘细细可能冇买看到。没有啊。有啊，有看过差不多。三姑娘啊，从啊，心无开哟，无通过的心脏，老热打擂台，老热强下来。六强积分赛 TC 礼拜，按加个，按加个，哦，有观众朋友一听嘛，有拿到那字准备好的定价啦，哈。对，差不多3礼拜天哈，他个就提供慢饮有办法拿到亚贵的季冠军啦。哟，出去咯，好看哦，好哦。看，结了进行级别比赛，比赛之前介绍评审是啥？一家小先生，七这位先生，70位先生，6个位先生。好了，比赛之前啊哈，日本他个香酥啊嘞，啊，也见面一听个好好香酥，对，俺妈爱来好好香酥。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啊！啊，我们好有福气哦，真的常听到他的歌，就没有看到只闻其歌。对，不闻其人。我也是常常在电视上这样默默的这样子，等着他，等，偏偏不敢等到嘞。欢迎我们客家界的钟馗啊！好，客家界的达摩大师，欢迎谢宇威。年落乌啼霜满天，江风火对少面呢，古树上爱看山寺啊，夜半钟声多客松。年落乌啼霜满天，江风火对少面呢，古树上爱看山寺。夜半钟声多客松，日落乌啼霜满天，江风火对少年。古树上爱看山寺，夜半钟声多客松。年落乌啼霜满天，江风火对少面耶，古树上爱
胜鼓励。哇，哎，两位主持人好。哇，袁老师好，欢迎，真的欢迎，欢迎，好欢迎，大家好欢迎，好开心哦，真欢喜啊，看到你。是是是，对啊我也很高兴啊。对啊东京我看我刚到。才想我擘解放做的本彩來啊，哦，原來啦出新專輯啦出新專輯啦。你啊係一種係嗰度唐詩13首哈，通識用客家話從通識誒，你係安光谷2，本來有安光谷第1集，然後出續集安光谷2。安谷安谷，這兩張比較算是小品教育的專輯，然後地本都又覆蓋卡拉，全部做的傳承。其實你啊兩種就希望現在客家的母語教學啊，給小朋友有很多的歌曲做得來唱。我很感謝薛宇維老師，是因為他的一首歌裡面有提到我的名字嘛。哪一首啊？好想聽哦。發樹下有一個羅斯風哦，有一個羅斯福哦，羅斯福啊，要怎麼講？一條狗係唔下邊嘅。其實就特別下邊嘅。對對。我們今天不知道有沒有這個機會可以聽到原音？對啊，原意。想聽嗎？想聽羅斯福嗎？哦，好巧，我剛好有準備來。小天老師。有嗎？發樹下，你是糖果夢。發樹下，開到黏黏嘅花，年氣行過去。該風風拍拍嘅花，就跌落你面前，跌落你肩背，跌落你腳下。發樹下。發樹下，嘅發樹下。唰！謝謝謝謝。西母皮雕一整地，西母台的圓夢了，謝。好像一個小孩要吵着要糖吃，終於大人給糖了，太甜蜜了，幸福了。謝 ，Thank you，Thank you，太棒，這個糖豆原音重現，真的很開心來。謝。對，這個家嘅就講發樹下嘅10年前的啦，吼，他寫的大家多多支持啊。一下就出兩種，大家多多支持，謝謝。對，老師可能今天麻煩呢，坐到個旁邊做一下客座教授啊。因為我們今天呢有很優秀的參賽者，對，需要你提點一下，好，拜託一下了，給他們一些意見，好，謝，麻煩，積分賽比賽規則，大禮拜有無同樣的主題，參賽者自家選稿的，經過6禮拜的比賽，累積分數最高的前3名就可以進入到年冠軍的比賽。按呢糖歌後堂的嗓音，對，我們就要回到現實了。好，我們就請阿公來說明一下哈。歡迎阿公。嘿，今天的現實呢，輕浪漫，嘿，有浪漫的一點啊，就輕浪漫，主題是幸福多種嘅，作為所有嘅參賽歌手，要先給個從老七個當做嘅婚禮的歌手，唱出幸福。本來電視機嘅朋友啊，大家談起嚟講，基本呢啲節目談過人生安好安幸福咯所以各位怎麼把你的幸福感表現出來，好不好？好，加油！我有感受到你看到我很幸福，很奇怪。萬一那種他一直活在不幸福的這種世界裡面，他要怎麼唱出幸福的感覺？應該就要自己去揣摩了哈。要對，當作是一個角色。好了，加油！
安尼有请 TV 参赛朋友邱金燕带来《爱恨的人》。弹过来。这首《爱恨一个人》是客家的经典老歌，很有夫妻恩爱的感觉。这首歌我想要献给我的老公，他每次都陪我来录影，不管多晚，他都陪着我练歌，真的很感动。老公，爱你哦。对啦，要从国外当时喊呐，哎呀，好糖呐，从来有甜哦，甜咩的故事了，从大家分享一下嘞，也是各位样板。就我们结婚当天就下大雨啊。啊？你跟你老公怎么认识？你要先讲一下，对，比较甜蜜啊，对啊。对啊，一下子就跳到结婚，那你就直接跳到洞房就好了啊。对不对？对。就以前他们公司的一个会计就住在我家隔壁，然后我们两个每次都一起去学游泳啊。他们公司里面的会计小姐说，我们公司有很多那个海军的很会游，我去找他们来教你，对，教我们这样子，然后就约了一天。有5、6个，一台的摩托车，一人载一个这样子。哦，又是那个抽钥匙，游泳联谊耶。对，所以老公就是抽钥匙抽来的。不是在我，在别人。老公在别人。对啊。所以不没你出道哎。不是你抽到嘿。而且我抽到别人，然后他的摩托车跟在我的后面。前面那个我要，他说那个蛮可爱的，还可以这样分哦。前面那个蛮可爱的，然后他跟那个那个你在这个你不能动哦，你不能动哦，那个要留给我。没有，老公有人吗？有。老公，那个呆呆的那个就是哪有？好像讲公哦，像讲公哦。总统讲公，真的好像对啊，幸福啦哈，很甜蜜哈，小孩也都长大了。对。等挖完了省梨啊，懂。哎呀，又好了。对呀。哎呀，这个老公还不错啦，堪用。哎呀，堪用。好，那唱完了，那这里谈公平了，好吗？来，叶老师。哎，叶老师好。哎，静月妹妹实在好，
讲真的，你真的把幸福唱出来，你看到老公这样子，对不对？然后这段故事讲的也很可爱啊。不过我们老实讲哦，因为觉得这次进前6名表现的真的是很好，一直到前面表现为止哦。所以要不是失常的话，真的是可以表现得很好。真的。对，那所以我就希望说，你真的你对不起的是观众，因为你下次还要再来。你要把你最好的表现出来，这样才对。按张抄了哈，虽然你不太懂客家话，不好，按用张抄，喊他够了，好不好？继续加油，好不好？这样才不会对不起所有的观众朋友对你的期待，因为你歌真的唱得还真的很棒。谢谢，加油！没有，本来老师们对你的期待也是很高啊。对，因为东多观众朋友因为讲吼，哎呀，流行歌曲组好像都是年轻人的世界。对。哦，好像年轻人没有这个道理。某啊。对啊，所以你站在这个舞台上进6强，对很多年纪大的朋友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对啊，你对年轻人是一种威胁，对不对？对，每个人想以你为榜样啊。对。啊，今天没抄唔抄了哈？今天有冇？没有。也可以不会吧？也可以就按你的歌啦。不会，这个绝对不会，打死就不会。好，来看一下这个分数，来。有今年的分数。42，很做对，慢慢的回来了哈，回温了，谢谢，加油，加油，加油，回做休息，好，下来，王一涵带来《谁妹安江》2017。为什么要多一个2017？他最新的创作曲吧？哦，真的？还是你新的？还是我新的？然后他在去年唱过，所以叫2017。唱可能是就低了。谁妹安江？你妹的蛮女人的哈。对耶，你还穿起凉鞋。我没有看你穿过凉鞋呢，也没看你穿过裙子。至少啊，前面爱讲的黑讲，你的律动甚至我觉得已经超越原唱了。今本人要唱小家的歌曲，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所以本人带来按幸福的感觉，韩文记爱按样表现，希望今本人做得留这首歌曲甜甜的感觉表现出来，谢谢大家。榴莲淡发，风风面干，久久给树当太太风发，你给容颜，安的印象，黑黑本来就给飞来对你错，谁没安家，谁没安家。情话真係最甜蜜嘅表達，誰沒安家，風動動嘅面架，依舊係真正嘅法定嘅心度嘅語法，用愛渡河，本愛渡多，你嘅情話本愛的走。
哎呦哦，大家好，姐姐好。姐妹都蛮女人的哈。对耶，你还穿起凉鞋。我没有看你穿过凉鞋呢，也没看你穿过裙子。为什么？因为这套是我在我朋友的婚礼上穿的。这个啊？对，然后我刚好那天就是表演的身份。哦，婚礼歌手。对，没错没错。你那天是去表演，不是去参加婚礼？一半一半。一半一半。哦，也是认识的朋友。对，结婚。他是音乐人。对，然后结果他的婚礼上全部都是歌手。哦，对，好棒哦！他就一出场就开始拿着麦克风就唱歌，对，就走进来，我就哇，好漂亮这样。对。对啊，他就不用花很多钱去请歌手来唱歌啦。那我们怎么办？所以我们现在常常歌手讲说景气不好，景气不好，真的，因为大家自己都会唱啦。对呀，新娘新郎自己就会唱啊，对不对哈？就身边安好的朋友，啊，以为冲狗哎，哎呀，那个钟伟老师，来您的婚礼哦，这个小同乡哈，于涵，我先讲，可能因为弹吉他太久了，我知道我之前很多人讲过的哈，就讲弹吉他你都很习惯这样子凹着身体，你已经是这样子唱歌的方式，因为你懂得既有的习惯，它没有不好，只是你要做一些调整。你专业看转播的时间，你看你其实你都公子身体在唱歌哎，然后你都头低低的，好，然后还有不表演啊，我用他有讲表演下呢，1分钟音乐下去，到最后一张音符结束的时间，那都是表演。你知道你唱完之后你有多尴尬吗？你回去看你的演出，你唱的都是。就是你懂我意思吗？好，你要想一下，你要杀好了唱歌没有吉他的时间，你要用把你唱，用把你松牙气松出来，然后让这个歌不只是靠牙音色，还有你这个技巧底部多，用把松牙要怎么讲？那个胖曲要出来，虽然它是一个很轻松的歌，可是那个胖曲是不够的。好，这个专心想一下，加油！好，对，我还以为是他的这个歌不熟还是怎么样？对，我想说奇怪怎么会不会是没有背吉他？对，没有背吉他，没有一种重心，没有安全感，会不会这样？就是今天我很紧张。哦，你给是因为对语文老师来了吗？啊，老师找到盲点啦！跟我有什么关系吗？你就是偶像啊！偶像来他会紧张哎，我紧张，會啊！哦，應該咁講雨涵其實我感覺到多亞老師也強勇，就是其實一會邱小姐到你哈，因為比賽嘅時間會緊張哈，感覺呢啲全部按揪起來，我想是有一個建議，就是全身打開來，不要只用耳朵好去聽去唱歌，還有我非常重要一下，你的低頻就是我覺得胸腔到喉跟鼻子這邊共鳴很好，那你有動喉也上。我覺得聲音好的朋友，不妨練習就開發你不一樣的共鳴腔。比方說，你也許從腰這邊用力，用後腦，用前額這邊的力量去唱，就是不要就用同一個地方。啊，最主要我感覺唔會緊張，全身放開，好用全身去感受音樂，你就不會害怕了。好吧。哎呦，好，今天成績唔點樣版啊，唔低我有點不敢看。對啊，沒關係，看吧。應該基本上水準應該會有。來，王一涵的分數。好，還可以啦。那羅老師還給到24分呢。給明雨涵這一種進步了，你在沒有自己彈吉他的狀況下，他已經一步一步的在要求自己在成長了哈。我發現他在慢慢的調試自己，在唱別人的歌的時候，用黃雨涵的聲音在唱別人歌的時候，他也讓自己沉浸在那個音樂裡面，身體放鬆去唱。馬斯洛給進步了，所以我今天給他24分。哦，加油！好，又感動到老師了，好，恭喜啊，分數還是可以的，不錯，不要緊張，不要自己嚇自己哈，加油，趕快下去，可以換褲子，拖鞋來唱歌啊。謝謝，好嘞，殺下來。11組帶來can數。對，等下啦。我非常中意can數藝術歌曲，因為藝術歌曲的歌詞啊，寫到非常的正。喺講細妹人結婚以後，天天老公點點嘅做嗰種感覺，希望今晡日嚟做隻留一份幸福嘅感動，帶俾大家。
顺风，夜夜梦又欠生养，生活总有不如意，永下心愿难见。年老无暗街路，不思行，又爱牵灯。天荒野人情，有你的温暖。虽然空无情，有你来作伴。天意的脚步，行千里路，黑爱前世中落的幸福。总有万般世有，艰难也爱渡。不怕前行有万苦，天意的脚步，行万里路。不惊跌落风尘因世苦，是用身奋斗，艰难也幸福。因为爱恨你，人生的天数。天意的脚步，行千里路，黑爱前世中落的幸福。总有万般世有，艰难也爱渡。不怕前行有万苦，天意的脚步，行万里路。不惊跌落风尘因世苦，是用身奋斗，艰难也幸福。因为爱恨你，人生的天数。我们是感觉同幸福的感觉。他很幸福啊，家庭幸福啊，生意也又乖，哎呀老公又爱他，那本身又孝顺。因为一定要 follow 佢嘅。当然，每一次安尼长岁时候，我每个都有照顾、关心到他们，讲演很多。哎呦呦呦！故事有。哎呀，要分享乜嘅故事啊？分享我结婚当天就好色酒啦，就某个新娘的那个温柔的样子，对，就是好像那样喝打人哦，是不会啦，就是比较海派一点，对，然后就老公会制止，做唔得咯，不能喝哦，因为有宝宝这样子，对，老公又会用客家腔，唔系佢好路年，好路年，佢唔像花蝴蝶樣嘅你。睇啊，就某種洗牛啊呢。他的個性哈，其實有跟我有一點點像，就是很樂天派的。然後看到人就是哇，每一個都是我的好朋友這樣子，嘻嘻哈哈，嘻嘻哈哈那一種，對，應該我了解他，對，所以難怪這麼幸福。人來瘋，對，來瘋，對。好啊，一條歌真的唱得非常的有味道。你希好，來，世慧老師。文竹，其實剛剛前奏下去的時候，其實我就當其他藝術歌來唱哈，因為兩個上線其實都適合藝術歌誒。好，真的很適合。然後今天的主題也搭得上，好，今天主題也搭得上，所以我知道今邊應該係一種同好嘅發揮張錯，好發揮張錯。咁講呢，剛才在研究講，我記啥先生在研究講，我想先問一下，你唱這首歌的時候，你的感覺，你還有空間再往上調嗎？意思係講兩個調性，你的調性還可以再往上調嗎？應該做得到。應該做得好，因為亞叔哥因為 here 是有點低嘛，所以可是你在那邊的時候的情緒，因為主歌一開始最怕的是你的情緒沒有 hold 好，然後你會影響後面的發展，
所以人家头前其实人家机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有一点点飘掉了。所以我们在想说 ，Hey make it 听都听呆，还不够高，所以让你在这边想发挥不出来。所以，希望张力的地方的副歌，结果希望有一点 power 或者有点声线的调整、强弱度的时候，又发挥不出来，所以可能显现的亚速狗位基本上应该还懂是怕我们这样抄。那你要显现那个张力也 OK， 可是发现就在这里。我听不出他的段落了，他整个情绪都太平，你只是幸福在你的情绪里面，可是你没有发挥在歌里面，你的表情全部都做得很好，所以你的整个，因为你的鼻音又重，所以鬼炸还就混在那里，糊在那里，对，他整个鼻音很重，所以你如果没有跳脱，他从头到尾都鼻音啊，所以你会变得我跳脱不出来。这种 handful 的场景，反而会觉得是不是你那天感冒了？那种感觉反而会觉得让我有点难过。酒喝太多了。酒喝太多，可能啦哈。这意思讲，其实我觉得你选了一首非常适合的歌。如果有给 VFA， 我觉得你可以再重新练习，再找一个位置，是不是让自己可以更适合发挥？如果给 VFA， 我觉得。如果还可以再加强是最好啦，就很可惜就唱完了就没有办法，但是我会希望说能够再调整一下。OK， 好，安子姐，好，我们看一下文竹的分数喽。来，文竹跟分数。谢谢老师，一致认同，还可以。恭喜哈！好，加油 C， 好，谢谢。什么娘？就不要喝太多哈。我俩让他磨。好 ，C 你会吗？一天1瓶高粱就好了。好嘞，杀嘞。果子想带来 Superman。今本嘅主题係結婚，然後創亞術歌曲 Superman 就像形容啲報復形容嘅感覺。雖然英文呢這位老師的獻唱，因為也蠻緊張，我咪希望有更好嘅表現。一千年浪有一天，愛嘅心比錯過人又加一點，邊個也就唔願，就強一強的平愛卡條線，夜夜夜夜又一年，愛嘅心比舊年又加一點，邊個也就唔願，就添一份不愛一天行到條線。愛會做一個 Superman， 喺你心中嘅太陽神。雖然大海目前有落線，相愛當你必定你嘅身邊，不生長嘅一片天。一整夜浪有一天。愛你嘅心比錯過人又加一點，邊個也就唔願，就強一強的平愛卡條線，夜夜夜夜又一年，愛你嘅心比舊年又加一點，邊個也就唔願，就等一份不愛一天行到條線，愛會做一個 Superman。喺你心中嘅太陽神，雖然也愛目前有落線，相愛當你必定你嘅身邊，愛做一個 Superman， 喺你心中嘅太陽神，雖然兩敗嘅事情沒得選，沒相愛當你必定你嘅身邊，彼此愛你給一片天。終於永遠嘅 Superman。
听完你唱我烧虾都好了。哦，哎，来讲 Superman 在马个演员为什么会幸福？跟我们婚礼啊什么关系吗？冇，其實佢是我寫藝術歌曲，藝術歌就從形容我報復形容感覺，就我會中意嘅 Superman 那種。對，就像保護到喝酒醉的新娘這樣。沒啊，其實有故事係講個那個。伊頭擺細細時節去。聽講即個唔好去參加人的婚禮嘅咩？哦，咩唔好啦，因為有時節去參加婚禮，很多長輩，老家，就長輩會講會飲啊，乜嘅。哦，啊，生意人飲嘅啊，飲啊，讀書啊，有乜冇？蠻好搞嘿，碎念。不錯啦，去婚禮。婚禮。所以佢就係咁，就所以婚禮長輩都會夾菜本身嘅。哦，也是幸福嘅啦。唔係要雞肉多盤，行業如果要多肉多盤，就會夾雞腿啊，雞翼本身。有一個鳳腿啊，鳳肉腿口。然後筍乾。最近有沒有人要結婚呢？我好想吃。所以啊，看到嗰種場景就懂幸福啦。對。啊，所以好啊，好啊，好樣的。分享幾個故事出來啊！好，這首歌到底唱得怎麼樣呢？國立老師，請。其實當嘅道理台一隻舞台哈，你只要好發揮你自己嘅特色，你自己嘅闖出，你很容易被看見。你的律動甚至我覺得已經超越原唱了哈。這首歌真的不好唱哎！我跟你說，有一件事情很難，就是說你用氣來炫發。你用自己想法唱別人的歌的時候，那你可以用你自己的創意詮釋這一首歌不一樣的味道出來，那個叫創意，那就是可以幫你加分的地方。高志成今天做到這一點了，你今天犯了一個錯誤，就是歌詞有點跑掉了，你自己應該知道哪一句吧？最後一句回來隨緣啊，呀哈某些遇到先，你的歌詞有點偏掉，你不太確定唱的歌詞對不對，含糊的帶過去了。當然，在就表演來講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你那一句的沒有某些型，就會讓我們覺得你整個就落下來了。就這一句，我給你一點點警告，好不好？加油！謝謝老師。這位老師，那個原唱人請，我當然沒有意見，因為我當感謝到現在各位現列數歌曲嘅參賽者不管是以前的也是叫雨涵嘛。女生，不管是陳婷婷啊，不管林冠群也有唱過，好多人唱這首歌。不過我講喺歌唱有唱出某種嘅感覺哦，因為它其實是所有演唱裡面男生女生裡面最接近我在我的下列首歌曲嘅心情，一開始是有唱到那個我一開始原創的那個心情。那根本我當然我跟國威老師想法比較不一樣啊。那歌詞的部分其實我冇意見，因為那次講從正經方面，這個像啊，這個有場子從小都懂很繞口。那我覺得有一個部分就是拍子的問題，你有場子太投入了，這是你的優點。太投入了，你要像雨月老師說的，雖然我們在舞台上全部不用強鬆，全部大開了，不管係目珠，不管係耳朵、鼻子、身體的每一寸肌膚，但是不可以太忘我。比如說，剛剛一開始聽一段在經過的時間，自己有一點點落差，你知道嗎？還好小康老師有救到你，不然你後面會一團亂。哇！但是我講我真的看到你100又100，唐老師。搞本嘢容易講，我用蠻改嘅地方，改到真嘅懂好，我必須要肯定你的。連這個我們的阿公都講說，他好像越來越厲害嘞，他好像威脅到雨涵了哈。但是我覺得這是好事，好冇？那接下來就看成績咯。我也不知道其他老師給的成績怎麼樣，但是我很肯定你今天表現，謝謝。好，來看兩個分數。我之前嘅分數。之前去參加婚禮的時間，拄到個長輩剛學樂器，一路輕腿去，那人家樂隊在伴奏，然後有一個空檔，他就衝上去吹那個薩克斯風，對，是，可是他吹的歌不適合結婚，對，怎麼樣的歌？就吹那種傷心酒店啊。藍天多
大家开始人多。高中的时间哈，应该同学的婚礼没哈，就讲个新娘子长得也不错，很漂亮。不过给出攀在捏田，新娘很漂亮，艳艳看到很强哦，电长久一上哎呦万年啊，个换流氓都来鬼骗的呢。果汁厂的分数。谢谢老师。好，就这样子继续保持下去，好不好？还有点辣词，还分数那么高，对，厉害。如果刚刚没有辣词，然后拍子整个都很稳的话，可能就25分，哇，对不对？会给满分哦。哎，真的，参赛者朋友，真的词跟节拍小心一点，好不好？好不好？好 ，OK， 耶，成功。好，真的，其实参赛朋友他们已经都有一定的水准了，只要把这基本的顾好，应该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好冲就好。好，下一位，仲可以帶來希望秋林的代言人啊。今日我從個歌曲係氣氛係 Beyond 嘅歌誒，之前那兩個學姐有唱過，來談嘅程度是挺感動，希望今日有挺好嘅成績，加油！夜来风雨都是令人给路红，落落停停故事一样爱一撒，跳梦梦的爱让你，母子留的爱的你，行啊行啊行过你手老你多。梦啊梦啊梦，困又讲风吹过，顺着你的爱让你，你你呀呀爱的你，嘿梦你，冲碰的莫甜蜜，冲的莫海水，拥抱你，嘿梦你。像花的无可以，我无法度跳起，拥抱你，就爱你。空空点点，悠悠呀呀，表爱去，表爱去。高山彩绘，无言无价，天等你，天等你。嘿，无你，像风的无甜蜜，像雨的无海水，拥抱你。嘿，无你，像花的无可以，我无法度跳起，拥抱你，就爱你。Oh, my love, my darling, I hunger for your touch. 来建议哦。那改名都改到中秋林嘛，还蛮好听的哎。对啊，中秋节。
中秋林呢？我就是虽然今天唔要创热狗的，但是你安尼节目当中，大家已经觉得就是秋林代言人了。可是他真的太厉害了，你也不所以要学习呀。哎妈，对啊。你从那个于伟老师这边开始练起。于伟老师，他有太多宝了。对，真的，于伟老师的歌很好听，可是我不敢唱，怕诠释不好。你有那是唱过吗？明智的有唱过选择。我唱过，不敢唱对吧？你不敢唱对不对？那等他下次没有在的时候，你再唱。要不然像雨涵一样，我像雨涵这样紧张，不敢唱。好了，来先分享一下。婚礼怎么样？我之前去参加婚礼的时间，拄到个长辈刚学乐器，一路清粉去，那人家乐队在伴奏，然后有一个空档，他就冲上去吹那个萨克斯风。哎呦，对，是。可是他吹的歌不适合结婚。这怎么样的歌？就吹那种伤心酒店啊，就刚学的，然后在婚礼上吹，然后我就不知道无言的结局，无言的结局，然后也请不下来，因为他太开心了。对，就很难忘这个经验。哦，真的，对，就不下台啊，就不下台，因为他好像有点微醺，整个鬼跟那结婚场，台下很开心啊，他这样吹，然后台下很开心。这个有时候碰到这种也是哈，比如说像去唱 KTV， 哇，你碰到那麦霸，那抢麦，这都不会，哎呀，对，那个都我是不会啦，我不会抢。我们也不，我去 KTV， 我们平常唱都唱多了。好啦，失控的长辈，好，来 V 要来公平啊！于伟老师，来。那感觉其实你也上本曲非常的好哈，其实蛮适合唱摇滚的，但是唱摇滚要注意几个，就因为你也天生也上运动哈，你的音质是好的，但是你可以开发不同的可能性，比方说还有就你每个音在收的时候比较不会收，就也许就像你有时候不会收的话，你可以就是离麦克风稍微远一点，用麦克风的技巧，要多用一下肢体，因为摇滚的东西特别就是要 power 嘛，你要全身带，就是要运用你声带不同的变化，肢体，然后头腔啊不一样共鸣腔。是很深奥哦，慢慢学哦。好多哈。对，来。那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妈那边没有，我妈那边没有，我妈那边没有。以为老师讲的，很客气，很隐晦哈。也帮你，老师叫我这个是我师父，你知道吗？我的第一张专辑是叶老师制作的，我刚才来其实要跟老师问好，老师你就叫以威就好了。这我师父，是公级的了。阿贝是我的师父啊，叶嘉修老师。阿公。我第一张专辑就是老师制作的，哇，我的师父啊，好棒哦，真的。所以其实以威刚刚定义你说你可以唱摇滚的歌手，确实因为你的发音的方式是这个样子，不过讲真的，你还有真的蛮多功课要练的。今天我要讲的就是咬字的部分。我以前好像也跟你讲过，出国之前，你把所有的歌词要一直念，念到你觉得顺的时候，再加上旋律，国章会好弹，好不好？好，加油！好，下次加油，好不好？好，阿子姐，好，来看一下浩宇的分数啊。浩宇的分数。这个分数，应该亚条国的模式喊啦。你还是秋林了，好吧？好不好？要不然秋林的歌一样一种冲突的，应该还很多，还没再请出来嘛？有没有跟秋林老师大概风格一样的东西的歌曲？找一下，好不好？还有2个礼拜，对吗？2礼拜嘛？还有2礼拜。2礼拜哦，加油！加油！谢谢。回早休息。好嘞，杀下来。李维伦帶來錯梅。今日獻錯梅也是歌曲啊，非常嘅適合在結婚嘅時候唱哦，非常嘅輕鬆，咪當好聽。希望今日能夠留年年嘅甜蜜帶俾大家哦。人天多。大家開始人多，唔夠愛，心肝都熱到愛超風，因為愛，相愛老你一太負，狂嘅
做每晚提风，做每风风思想你给面风风不爱的心扑通扑通，做每风风思想你最是风风不爱经历啊好梦，做每风风思想你给面风风不爱的心扑通扑通。做每风风思想你最是风风不爱经一行好梦，啦咻咻，大家开始叫，够爱，就像爱看待你的书，因为爱。想爱图你去财富，看个做每晚提风，做每风风思想你给面风风不爱的心扑通扑通，做每风风思想你最是风风不爱经历啊好梦。做每风风思想你给面风风不爱的心扑通扑通，做每风风思想你最是风风不爱经一行好梦，做每酸酸又甜甜思想你思想你爱爱当一株上天雨，做每风风思想你给面风风不爱的心扑通扑通，做每风风思想你最是风风不爱经一下好梦，做每风风思想你给面风风不爱的心扑通扑通。做每风风思想你最是风风不爱经一下，不爱经一下，不爱经一下好梦。从退以后呢，所有的潜水朋友对你的还不错的感觉呢。怎么了？没有啊，分享啊，分享啊。分享嘛该。结婚。用全部都。还没结。还没结，想要结冇？签字还冇。签字还冇。系啊。我啦做婚礼咩哈，先讲2件事情。嘛该是。上下地方哈，大概就会有那种搭棚的呀哈，那种婚礼对流水席的婚礼，那请讲那种诶。为什么？因为哈，那东西多色嘞，那东西冇色啦，嘿贴配还有pan都可以捏甜。哦，如果夏天不行。哦。我结婚就是在7月的时候，最热又挺密浓。哇，动不掉，动不掉。哦。然后，个天呢呢，就会有很多政治人物啊，哈，我上台讲法，个一讲哈，就差不多20分钟。哇，一年差不多20分钟。所以定期啊，讲台吹张会出来啊。董酒。哦，其他顺势来拜票，知道系嘛？拜票，嘿，有上色都都献给主播哟。因为高中的时间哈，应该同学的婚礼没哈，就讲个新娘子长得也不错，很漂亮，不过给出攀在捏甜，各位又会搭棚的，嘿，各位好，几摆就个候选人哈，就讲上台要讲话哦，讲，就讲了20分钟，终于讲台了很香哦，大家说吃饭，各个样式就有一个环节，就讲大家来抽礼物啊，就是从我讲下面的人，然后就上台，新娘很漂亮，艳看很强哦，点调酒，一上来哎呦满人啊，个汗流满了，鬼片的呢，全部都妆都融掉了，对。花掉啊那系啊，所以你要演呀，怎么捂啊呢？捂住。哇，那新郎那后悔也不行吼。看到冇讲啥，看到冇讲啥，后悔也不行哦。所以用吃婆来形容，
那天的新娘的妆。没啦。这首歌就很甜蜜，蛮适合的。对，所以基本上大家就分享那个多多一个结婚的经验啦哈，配人的也好，起家也好啊哈。哎呀，好，你今天唱一条歌，唱再来谈一下啊，诗慧老师。诗慧老师，伟伦，好，今天呢，其实刚才在研究牙嘅上线哈，今天弹起来动腔里很干净。然后表现得非常的温柔，所以其实每懂事好艺术各位重发。不过呢，刚刚其实也讨论哈，我一直放在心里面，我没有讲，因为老师对你的期待非常高。不过有一件事情是我一直很在意的。刚刚对你讲的对了，就是拍子。艺术各位其实头前可能它没有那么的明显。可是，在副歌的时候，它是一个很明显的一种 shuffle 跳动，可是 shuffle 跳动你完全没做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既然你的声线很漂亮，这首歌那么轻松，臭美不问缝缝，心应该会噗噗跳哈，阿良感觉哎。可是我发现有一件事很特别的地方是，你的情绪会断掉。你唱到某一句话的时候，都会断情绪，然后本上又表情出来，匆匆哎，你自己会闪神。你仔细看，到时候你仔细看那个播出哦，你就会有一段歌词，然后眼神是呆滞的，好，眼神是呆滞的，这样就很可惜。所以哲伟哥刚刚也讲了，从第1分钟你就应该要保持到最后1秒钟。所以要表情全部会带到位，这个是很可惜的地方。好，不过我今天特别喜欢你的声线，你的声线真的很漂亮。好，安子 C。安子，那我郭丽老师。为了我简单讲几个记的哈，其实我记得我之前让讲过一个你静态缺点，就讲你有一个习惯，就是在前这个时间，两个紫色会不会？就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你在数拍子，你在等着第一拍要进来，你永远心里面在等下一句拍子出来，下一句拍子出来。压掉你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去想该怎么把这个事情，把这个缺点更改过来哦。好不好？加油加油！好，谢谢。那就看一下李伦的分数了哈。李伦的分数。90分，再加油，好，再加油，加油！好 ，OK， 谢谢，回头学习还2个礼拜啊哈。好，也做完咧传统组的比赛啊，TC 礼拜，那么个呀？ TC 礼拜，哦，TC 礼拜出到3条歌诶。对，传统组存3条歌诶啦，哈，主要3条，平板、落3個字，但是亚洲的青推表安尼客家嘅經典的歌诶啦，对3個。好咧，比賽之前的介紹評審欣賞啊，哈，嚟。李秋華欣賞，張永明欣賞。 羅英先生、曾明珠先生，各幾隻啦？哎呀，有主題嘅哈！好，一禮拜有請到秋夏先生。嚟，係哦，有主題哦，緊張哦！誒，今日主題係乜嘅？一創春而參加各位客莊嘅節慶，嚇，本而最深刻嘅印象係乜嘅？哦，唔咗嘅，你參加你客家節慶係乜嘅？天春節、桐花節啊，桐花節錯，新燈版，做新燈版即講，我還要加添新人出來啊，沒有你講新燈版係嘛？那本人講。 你北方人他冇嘢識講啱嘅啦，嚇所以今日你就會講你參加過最特殊嘅本年印象最深刻嘅，係乜嘅？想用嘅主題創出嚟，嚇。唔過強調我記得，唔記得歌詞，冇碟板，自己不接，運氣，嘅韻味，我咪做出嚟，幫你彈佢哋送上，要比較基本嘅唱歌，記得啦。好，安子姐，有請 TV。 曾偉賢帶嚟3個字。嚟，等緊啦。大家好，我係曾偉賢。天初日係你客家人嚟睇日子哦，當然心足觸動，3個比賽係你客家人嚟
大事情，我非常希望从善果，希望大世界将了善果传承下去。梅英姐你好哈，嘿，梅英姐你好，你好。今日公道嘛个节气呢？天传日个。哦，天传日哦，天传日真的啊，客家大师，非常重要的日的哦。哎呀，样啊，天传日样办？天传日表演。歌唱比赛。我要去竹东歌唱比赛唱。哦，竹东的天传日真有名哦。所以。千闹热咯，竹东啊。当年这么易吗？我无当年，我试了两年章开始一比啦。一比啊。有分组哦。有分组哈？有驸马组，有儿童组。儿童组。韩国长寿组。长寿组啊，长寿组一度岁以上，80岁以上。有2老年人就70岁以上。以上算长寿组哦，唔算乜个组？我算青壮组。哦，忙70组出来。是青壮组啊。青壮组。诶，咁说俺啊都年纪安尼30-40岁啊，算乜个组？年纪啊。青壮组。还算青壮组哦，青年壮年组了。我莫名的就变青壮组了。差不多啦，30岁呢。那才刚满没多久哎。你还有长，对不对？依依刚满没多久嘛，对不对？对，儿童组。儿童组。好了，从头来唱欣赏的公平了啊。就下欣赏。安尼个天传日啦，在竹东已经有50人年的啦。哦，安尼比唔得，安尼节目比唔得。系啊，安尼儿童组有冇点咯？哎嘛。谢谢啊，儿童组。安莫言吼，莫言子，你俾你当好心创的种菜啊，煮东西去本人食，所以上人煮到辣辣，然后强咯。哦，舒服啦。如果佢咁嘅准腳，係啦，咁嘅准腳唱得清嗬。暗講啊，加咁講，而家要好得了，好是唱完好得啦，好得，好得，嗬，而下本人感覺佢彈清楚是好得，唔係好得。好得過了太陽。其實佢望祖先嗬，我感覺唱一樣就彎佢樣。冇啊，冇梗是接住呢成日記得咯，冇本人感覺唔唱就彎佢啦，嗬。當然呢一方面，你冇講本人清態嘅扣分數，但是記得，就是講你在上任雕過嘅咩事，因為你。今日上任冇講當啷掉，所以你喺大院度嘅唱嘛，你起下冇按過啦，係嘛嚇？所以你係會傾電咗，你還是調起來。我當講你要表演咩？好的，嚇冇調
目标节嘛吼，这记得吼，专用就注意吼，语文迄方面注意到按学费的分数可能要更加好，希望年年叫更加好的成绩出来，好不好？加油！好，是是是，因为从迄5科起5科嘿，来看今个分数，周梦莹的分数。不差啦，就是你做对了哈，哎呀，恭喜哦 ！OK， 还有1礼拜。1礼拜。哎呦，2礼拜。2礼拜。加油！好啦，哇，歹势啦，2个歌都唔記得。歌同夾。好來，3來。林漢松帶隊老山歌。好嚟，彈個啦。大家來到從哪？走动整共手当年就会举办的啊，反人节的，剃头一般都你这个剃头搞主业的哦，唔敢说中度，说中度会变半圆面。大家好，我係林憲松，係移民廟啊，當年移民節7月20有7台組啊，非常嘅鬧熱，希望啊大家多多來睇鬧熱，因為我今日唱了首歌啊，唱出了移民節嘅文化啊，希望大家多多來參與了活動，希望。心不真累，表了终难，移民了。呀呀，移民共难。年年见风，年年准风跳了。一说那答案空难，用力主持人哈，你要讲话呆毛的我想配合了都有。移民庙哈，移民節係移民主題。哦，所以跟移民呀，就全部都帶模的，係咪？從個理事長講，從廟公啊，廟公樣嘅係咪？哦，當到因為做祭司嗰個啦，嗬，有冇？嗯，法師。哦，有啲冇念經文嘅啦，有冇帶模啊？胸經咩？唔係胸經啦，法師啊。也唔係法師，有啲較真實的，要着個長袍馬褂有冇？
摸带点那种嘿。宝贝啊。哦，有嘿，是像安尼吼。迄种感觉。哦。好，所以当年拢会安尼也参加一个安尼。移民没有？移民节咧，有当年啊，你农历7月20有啊。國體中有15種輪，有4個主公啦，主用去祭拜。就他個做比賽嘅主公，錯，特種按輪啦。咁樣千老嘢咯，有開膽，還有仲係佢動作佢跳舞喺度動作啦。千老嘢千到年。15種啊，有那15種。哦，你啊，開唔出來。哦，輪出場。用銀輪。有看到帶相片來。哦，那年多年咯。15種迄北部的15種，也包含南部的15種。冇南部，是北部，北部。土著苗。土著苗。哦。土著苗地區，所以你當年就會去參加，對唔對？喂。好高。係千鬧嘢咯，好高。Q 啦，7月20。7月20。對。有喊佢哋可能是。啱啱是一個嚟講。嘅吼，讀到禮拜六、禮拜日喊下鬧嘢啦。冇讀到嗰時，全部上班娛樂人是冇。對的，當然就像填傳一樣嘅啊。那個是講讀到假日。嘟嘟的填傳，一天行啊多人去報名，係啊。將來你下求人員，當朝就下班，將就是變去看看啦，就變做上班。很鬧熱，都鬧熱啊，鬧熱打擂台。鬧熱 Q 下來。好嚟，總體嚟唱一下。參教總。加阿峰哥，都講咧，嘅乜嘢咧？其實佢係離神呐。離神冇做迄男神有兩隻無同樣嘅名堂，但是基本上來講，做迄按儀式角度講嘅儀教嘅鋪門。哦，係嘛？係咪有一種裝扮係嘛？有嘛？就係包括有得戴嘅人咧，着長衫啦，戴雲帽嘅啊，嗰屬於離神，看佢用到哪。有的就講蘭神、蘭下神，係客話講蘭神，冇咗離神，嗰離神、蘭神嘅全部都頭擺喺讀漢書嘅人。還有文校教育嘅人，曾有其他我做嘅人咧，做咗3樣啲咩？嗰種講儀啊，儀式教、儒釋道、儒家的儒，儀教嘅啦。所以啊，真係吼，好彩有也都前邊啲啊，冇喺度講到冇見過，根本都冇了解。你講叫作安尼3日就，佢都因為講移民只有到儀式，必須要典禮，有安尼服裝嘛嚇。佢作係安尼護神，咩咯？離神啊，離神行啲離神，好。因為也個林先生唱也老山歌，其實佢本來吼，佢唱山歌、唱老山歌也好，平板也好，山歌之家個韻味各方面來講就親好，唱到邊彈到一暢快啦。不離個也佢唱也個老山歌吼，有我哋建議係聽，因為佢也係佢自家錯嘅，唔自家錯嘅山歌吼。也要注意，係咪自己做錯嘅時間要注意下。天一記移民爺爺、移民公，安尼阿有問題哦。變了種，安尼就要想方法去寫到變到移民爺爺命生用，也係命傳用都做得，也係門來用出逢移民死害用也做得，唔該種要對用。個冤真會強冤啊！未聽講愛用啦，上咩都得呢？加上愛上咩都得，因為天責人係撞個天意嘅冤腳咗唔得用講也完全冇強冤啊！阿表唔錯咧，嗰個 T3機啊，嗬，人人見風，人人準啊！哎呀 ，T3機也咩做唔得用也責任，因為佢 T3機要用直。唔做得講，客家上面來見風，安做得，係
伊個音韻上來講，係個人咱唱出來唔會較好唱，係根本也押韻上40韻韻腳度講有2隻韻腳磨合，係也就下擺人都去注意嘅嚇。加油！所以歌詞這個寫係個，啊，對，所以以後哦，佢寫歌詞要做唱高一下，比如較有經驗嘅語言樣嘅吼，嘿，寫嚟我較調機較好創啊呢，哦。參賽者真無限呢吼，2日體育課嘛寫歌詞。這個寫真係辛苦哦。很辛苦，很辛苦哦，哈。好，來，快夾個分數嚟。林憲松嘅分數。慢慢的糾正，慢慢糾正。好，還做得，還做得。很用力吧？加油！加油！羨慕，安子誰，好，再邊當我做。好嘞，殺下來。馬上面帶嚟老山歌。來同噶啦嚇。慶祝萬人節，一年比一年歌下大胖。大家共下老萬人是好料理，其中我最後嘅係客家漢辦人。這是我童年記憶中最好嘅好美食哦！以下我就唱俾你聽哦。竹東半夜。向前平原，同歡樂那，希望全面知啊！講真，伊講開放嘅哦，我唱安尼三大條歌曲，我當注意嘅咬絲呢，吼，特別注意哦，特別特別注意吼，特別小心哦。東半夜，重啊！所以唔見乜嘢講嘅，即係呢竹東嘅扮演機係嘛？係竹東鎮公所當年就會舉辦的啊，萬人節啦。當年就有啊，有固定哪日麼？嚇？哪日啊？有啦，我唔記得咧。嚇？唔係最好是扮人啊。有去到一擺啊。一擺啊！哦，有鬧去到一擺多年，即個睇到佢鬧嘢咯。哦，唔敢攝聽到，攝聽到變扮演面扮演。有可能哦，有可能啊，係啊，當好是扮人係。哦，客家扮人最好是。
嘿啊，建议比如讲扮演节，伊唔要甜的、咸的，全部都有各式各样的。安尼客家米食全部都有了。你好是咸的啊？嘿，我好是咸的。咸的肚方有包肉。哇！台湾人，哦，台湾人。它的香料配得很好啊，它的佐料啊，海多冻喉啊。对呀。而且别个就是煮的汤头。对。他家本人捞一般的，真是冇穷肉，梅头冻喉啊。对呀。分享他家的是可能是。俺妈妈台湾面好，清腔而煮的客家扮演，清用米头。但是老的哦，叫我煮的。米头哎呀，较养生哦，米头全部淡的。阿媽要不用養？要啊，我要不用啊，我唔可能不用抹辣。抹鹹。對啊，因為較養生。對。但是還是有媽媽的味道啦，還是有啦。對啦，哈。來，從頭來唐先生來講評啊。英英老師。好，你係主動嘅辦人節吼，係在當年嘅12年期盼。按寒的甜哦。是人辦的呀。那個天是辦人長為少啊，少暖。佢今年係第15年嘞。冬至啊，係冬節。冬節，好。冬節。好，因為你係屬米台仔吼，從羅山個，我想我唔定義自家感覺樣板吼，唔過我想你其實。其實按農業食材，你係從三個嘅上任，就係應該上凍青，然後凍涼。好，所以你不管從哪種曲調，然後係小條個曲都凍下人。唔過我想羅山個吼，禮拜我做得講羅山個入蹦厝凍呢，唔過你係會加強凍到萎縮。樣板講入蹦厝凍呢，因為吼佢哋佢冇板，所以你做得持久長。咁你自由長些，你對發音係講要一點點考慮嘅味素，你就幫助到你，因為你有時間好想，嚇係講你從三個字平板吼入板，你就做唔得樣想就變成你嘅你係板唔錯咧，嚇所以從唔錯味素，嚇所以你係幫助你嘅味素，接下來就係我希望我嘅建議嚇，要幫助到你，嚇主動嚇呢片首先你。可以再長一些，你就唔係當確定樣板長，嚇，因為按你講開了，確實也會有按樣性嘅問題，所以提議我比賽些個詞聽出係當熟練，嚇，因為是人嘅發現到按你講開了冇強樣，嚇，所以你係提議我加強嘅味素，嚇，第二就係你嘅第一期和個第三期我輸音嘅時間都太短咧，嚇，輸到聽吐煙，所以當場嘅原味還蠻糖到當醬當清楚來摸咧，好就當打鬆。陽上用那，我想可能係唔係呢個習慣問題，因為你第二期到第四期，你數每日嘅時間，其實你個時間當中，好，所以可能啲部分你就個係研究一下。好，沈夢怡。好，沈夢先生，來，可以哈，那個分數了哈。我熟面分數。沈夢先生，點是你？就是英文對你來講還好哈。對啊，你今天90幾，95哎。妹妹。對不對？還有2個禮拜。好。加油！加油！好，多吃一點扮演，好。好，OK，好，謝謝。來，撒下來。用幫肉得嚟平板。唐坤啦。恭喜寶山鄉流傳180年嘅大眾舞，你都有睇過嗎？非常鬧熱哦。明年係有韓國本本呢種大眾舞，希望大家人來去參加來去聊。看看大眾舞係樣板嘅發通。
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好。寶山的嘛個，寶山當有名嘅係大眾舞。大眾舞的意思就像個已經開檔啊，全省的人都會來。哦，向總看總向總開檔哦，向總、人總，通通都會到唱。總管就來就唱啦。就特別嘅創作上，用因都千人主菜邊人先咧，係咪？梗係嗌特徵嘅處理嗌嘅三個法通。特別都要白冷沙。要種個青紅色哦。我即個種係啱晒。即個種啊？我個種菜專門種嘅。即個塔嘅嘛？呢下我從頭擺按講用塔的啦，係要乜嘅？用塞條閘，唔係塞條洞一會閘啊！計呢種可日頭當咱那咧曬到暗燒起咧就軟軟嘅要啊，啊我會用嚟染水，拿嚟洗過浸過天，一溜入邊走，然後燒780毫咧，然後一個禮拜是當好食，愛鹹菜湯又酸又好吃。哇！真係全國那個朋友嗬，佢家是有看到嘅話，當然一種。大動豬係嘛？按照大眾舞，大眾舞，我哋唔係講大動豬咯，中午大動豬，都動豬條咩？嚇！該當養心繞境啊！嗬，該貴州先7點鐘開始就。但是大眾舞中午唔係都練到中午啊！他話講中午唔係動豬誒，係動豬，但是。做嘅私音大眾到中午嘅時節，大家適合到嗰邊咧，根本按落嘛，從貴從富用大家已經唱嚟先。哎呦，當然我會。一定當老熱嚇。係非常老熱，然後開嘅淡嗬，呢度誒寶山鄉音潮，大家適合就樣淡條開過去。他個係有限嘅法子做嚟戲啦，做得鬧熱啦，對，就做得。嚟，睇下那位先生嚟講。民族先生，好，彭玉芝，哈，今日創了數平板的哈，其實創有研究嘅時間哈，應該青島嘅做遠呢，轉頭轉角嘅素材啊哈，有嘅時節，佢最顯青蔥腰，萬一你白到跳太雜嘅時節，4等二嘅。愛上油啊，上人嘛哈，我小可三上是比較較明顯，所以你要盡量要想辦法來克服呢一點。佢想辦法做得莫按最莫不按太雜，啊嗱，一太陽按帶過去，一太陽對那，用按用人嘅方式去帶過去，莫一太。我跟你上是壓睇咧，每節咧每人數每次冇按講。因為你係因為所以我會講起就係上用右邊按用啊。係啦，所以自家要注意，你啊自家轉換嘅素材就一定要小心啦。仲講下自家要隻方式來控制佢，香港呢最重要係自家本自家強大嘅壓力。要啊哈，每期呢要注意到每期嘅聲嘅高知識，貼出睇嚟，貼出睇嚟。所以講原則上最重要嘅問題係心理啦。哦，其實你唱歌唱冇問題，哦，所以自家求好心切，哦，因為本自家特別強大嘅，哦，係你強強數，好冇？好，加油哦！好，看一下李思章嘅粉絲啦哈。兩半都分數。哎呀！唐城過啦！因為講到平安夜，車平安，香港細細係沒有看過啦。係啊，唔掉細細可能冇買看到。沒有啊。有啊，有看過差唔多。哎呦，哦，這個是乜嘅法？幼童法。一般哦。一般的普遍的白髮哈，哦，你要鎖住，對啊。兩半一分數。
啊，对，他个对期望挺高，唔只个是压力挺大，吼。係啦，分享上嚟，好，什麼？多謝，好，在邊當中，謝謝，好，嚟沙下嚟。黃顯發帶來老山歌。好嚟，等啦。台北嘅農業社會，當然到秋天收新以後啊，都要做台戲，應該講偏愛戲，來感恩上天不應到老百姓嘅保佑，還有乜嘅神奇嘅事情呢？航海之地哦。吃饱饭子，没有평촌啊，看看啊。罗轮台色，同风弄梦得。乡亲啊，快樂到哪？哎，你好，顯發哥，你好。哇，上水啊！佢都冇衰嘛？差唔多，坐到幾多？差唔多。誒，同佢參高中樣嘅，參高中。高中喎，差唔多嘅，衰啊！一到時間嘅衰喎真係。差唔多。哦，今日講到乜嘅經驗？今日講到平安夜啊，車平安。哦，車平安，按拄好都冇衰啊，車平安。車平安。客家人喺農村時節，有個做平安戲，有講過嘛？做寡戲咩？係嘛？普通戲啊，係嘛？寡戲攏有。平安太戲啊。哦，太戲啊！像參考裝嘅啦，客家太戲嗰種係嘛？客家菜茶戲啦。哦，應該細以上有看過，細12鄉哦，但12鄉當年那個4月26日大醮啊，大醮做哇個所有嘅廟做攀嘅呢，啊，逐個屋卡前面做攀奏嘛，家族啊，很多生日係係啊，感恩宴。普通嘅客家人嘅平安戲，係部分那個。收書以後啦，個中秋節左右到元旦，也就時間，其實會做車平安，做咩條嘅雞啦，或者三牲啦，精神，精神嚟感謝上天啊，對保佑。哦，佢所以當年都當老年人嘅做，頭擺當老年，頭擺也冇老年，也冇老年。哦，時代也進步哦，真係，不然真實嘅都嘅事情來啊，視播就較少嘅，真係大。好家姐要衝出來，也看唔到天大爽，天大爽。聲音當到都唔低哦。像我細細行有看過啦，唔掉細細可能冇買看到。你有啊？有看過差唔多。冇啦，長啲到。
劲歌。好嘞，那位先生来公平啊。邱先生。好嘞。今日咧歌词主题非常好哈。中意我讲诶，真嘅18番子没有偏错。我记得细细时节哈，那个没有偏嘅音乐开始向放松头，越变啊越向哇，感觉精神特别强。哦。平常时爱人喊，太人喊，感觉你吃东西去精神嘿，变个精神。然后吼，太人看咧，你当天我精神非常好，可以看太戏啊。实际上，干咩看太戏？唔係去看唐梨，看那個戲棚下看人打扮，哇！我就想，係咪你睇係咪就能夠唱個人打扮講啊？哦有講都有哈。你有啥講法講戲哦？我講真的啦，真嘅啊！按多些，按多知道呢。每小camp，咁啊，踢嘅兒童組嘅都見，咁啊。哦，佢講咧田傳人踢嘅比賽都有。你啊，看到你啊，嘅咧歌曲吼，我曉希望咧傳統嘅啦，傳統嘅真件先打上保留下來吼。所以你啊，教裝佢也要訓練吼，千多啲後生人，你啊出來吼，也要睇戲，吼。我希望大家吼，不論你客家鄉親啦，也你所有其他族群。都能夠參與，你嘅這個睇戲嘅傳統，不要流傳下來，我都薪火相傳。錯。哦，真嘅咯，所以今年呢種嘅本嚟感覺個先回憶你細時唔過啦，從羅山講嘛，戲哦，這個運用方面你比較可能係呢要注意下啦。你頭前用去聽台，後邊你書面的時間是比較，我本嘅感覺翕不足。你下回喺行咧一唱咧都上過嘅時節，我希望你從強要記得，好唔好？加油！好，好，英語老師，頭先邱夏先生就講到嘅戲不足，我感覺最明顯就係建議你聽一個彈唱歌你從那時間你嘅阿叔度聽夾，所以我話到你冇戲咧，結果你很少，唔過就係出一啲啲戲，而家保留了佢唱到數妹。係講呢個戲做得運用到很下好，比如講彈唱歌呐，你轉去彈可能係唔係？你應該唱法落嚟做得落去調整一下，我想彈起來，你會很下輕鬆。羅山歌就係本彈嘅人感覺當輕鬆，樣就會當好彈。你係我對嘢嘅，其他嘅部分我感覺我強弱做到1號，是夢兒。什麼是這樣？按子 C 哈，來看一下兩個分數。黃顯發分數。正咯。動過。請過分咯。恭喜哦！寒流禮拜，加油！加油！謝謝，加油！什麼加油？好，謝謝。好嚟，殺下嚟。一整帶了3個字。我嚟談啦。當年多啲嘅時節，就會按客家嘅童話節，各天呢就會看到滿山嘅油桐花，也會舉辦一個童話節，希望大家有閒來了哦。
哦，这个是麦盖法。幼童发。一般哦，一般的旁边的白发哈。用乖喏。没啦，这哦，你要佛祖。对啊。奇怪嘞哈。边都有一些哇。来做都懂辛苦呢，谁允许他这样？啊。我这个做位呢。真的啊？要你去个做啊？你不有眼线的哦？对，还有毛虫。哎呀，哦，难怪今天有人说花仙子来了。啊。你讲哦。对，给他花仙子啊。你都节目啊牺牲的哈。我们牺牲啊，对不对？一讲了，讲真的。真的，公正给你的手很巧哎。真的。因为按厉害，因为按有才华，去个包包啦，看送礼拜去安尼开单给哦。我вид到嘅节目。犧牲哦，係啊，付出同多，付出同多，按自些。哦，遐童发枝讲真诶，也10多年来吼，讲真细按遐我拔个童发枝啊，爱卖我做个童发油吼，油童枝，啊叫我拿树去做个尼油嘛。我穿起来做黑点啊，什么油童枝？油童枝啊，我特别细念过，念过。我靠哦，米家屋面前他家子都在拔，啊，我都没拔啊。用落来把 Q 啦。我不地，反正就没给他个天数啊，就拔好一笼就。卖。免卖，你们苏专业，苏专业那拔一点唔得一道角原来。算紧的啦。算紧啊。从细安尼。拔安尼油童枝，看油童发，看到太，唔抵讲，也10多年的油童发枝变到按闹热啦。系啊。哦，所以明年内期盼你哋发通诶。对啊，这表示之前的学位费吼，学位费啊，做推广到以后，唔定那个3年哦，3年冇到1万人，对嘛？大摆童发枝的时间咯，几啊万啥对对？几啊万啥，10多万啥。跟我一摆去到乡长同我讲，我这个去指挥交通啦，系啊。你这个？没我这个乡长这个。哦。去指挥交通，还冇去视察视到。唔定见哪弄嘢落定呀嘅，个奇怪冇。我带转以后嘞。好啦，冇就带电啦。好可爱哦！我说，这样真的很可爱。他们是不用，还不会做布景啊？还没做对啦。哦，同我这段时间。好，哎，冲得了。公平了。来，公平。高中来，高中我带一两毛。吴寿记吼，创也《三国志》，今日佢来演创青音阵啊吼，也含做按多也个按那个，挨到讲个布景道具哈。不如讲，比赛按安尼讲三国创得好唔好？也个基本上佢创个三国也，基本创个三国志，原图各方面就创来算好。你算是哈。我有2只东西，我必须要提出来哈。第一只佢个叶阴阳，个阴，阴阳开同化，嗰就阴丝哈。嗰个天意机缤纷耀美不洗法哈。但是也冇要紧，有到有到钢琴咩讲洗法，跟住按洗法也有做得，洗法，佢系做得按你讲，佢不算讲嘅。但是个体嘅音是阴阳哦，你要注意下。其他唱起来就相当好，太阳喊你加油哦，你要上去。我大致还有青岛加油的所在哈，加油！哦，看分数。一整的分数。哇，9分5啦。高分啊！哇，厉害！批命哦。讲就冇问题啊，按这些。什么嘢？什么嘢？今日
嘿，安尼这份所以第4礼拜比赛了吼，系啊，期待下礼拜了吼。哦，当然啊，下几个比赛了吼，所以各个当导演要来报名。嘿哟，报名存先，人9 6 6 6 7人，人6人，纯正天发，人2 2 7 7 8 2 3 1啦，等咯。等一下，他个报名哈，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因为呢，我们要多谢辛苦的评审先生。什么先生？什么先生？什么？江苏信记者员有什么辛苦的曹社长？什么小强？我觉得你带比较好看啊！工作人员大家辛苦了啊！辛苦。看看我们今日下禮拜同一時間時間咧，鬧熱大擂台，鬧熱共下來，拜拜。